最近几冬，宠物伫家庭内底角色愈来愈重要。台南市长特别伫25岁透早，来到周子瑜妈妈的首喜咖啡厅，来颁发台南市第一张的宠物友善空间的标章，并亲自挂牌。子瑜的妈妈表示，子瑜对毛小孩嘛是非常的有爱心。市府嘛希望透过子瑜的高人气，会引互更较侪店家做伙投入宠物友善空间的行列。那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养宠物，我也很希望说呢，所有的空间真的方便呢，宠物可以自由进出的。这个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所有养宠物的人都很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友善空间。那我也相信哦，在台南市政府市长的推动之下，还有我们台南市政府呢这样子的推广呢，结合了车队，结合了多家餐厅，一定呢可以让我们的台南市成为一个人与动物友善共生的一个快乐城市。除了首喜咖啡厅以外，今仔日包含第一大车队台南蜗苣宠物亲子民宿，顶拢总56个店家嘛提出挂牌申请。透过愈来愈侪店家的申请，渐渐会让台南成为一个宠物友善城市，让真侪有饲宠物的民众唔免阁烦恼带因的无所在通去。走私猫被人道处理的方式，我们自己心里很难过。与其说是某一个官员或是某一个这个海巡人员的事情，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制度制度杀猫或是制度杀宠物，坦白讲，应该从制度的修正开始做。但是我们希望打造台南市成为一个有宠物友善的城市，需要大家一起的努力，光是靠公务人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希望说广为传播对于宠物友善以及爱护动物的一个概念，不管是从学校的教育，从社会教育从社团开始，我们都愿意做。对咧镜头来到咖啡厅的内底，会用看到室内的环境真舒适，搭配着丰富的餐点，非常适合让民众带咧毛小孩做伙来。台南新闻何超邦刘品言采访报道。